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2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9节到16节，出埃及记第20章第1节到21节，雅各书第1章第2节到第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的智慧。信心的智慧，信心是需要有智慧的。有智慧的人，才会当有够样的信心，愿意来倚靠上帝。旧约摩西所颁布10条诫命，是为着要互住伫埃及这个430天的以色列人，会当有一个规范去遵行上帝的诫命甲道路，会当有这个原则，才会通慢慢建立一个有智慧的生命。申命记的经文安尼讲，上帝做以下的指示：我上主，你的上帝，我捌带你对受奴隶的地埃及出来。我以外袂当敬拜别个神明，毋通为着家己做任何的偶像，也毋通来仿造天顶地下土骹底任何的形象，毋通跪拜或者是侍奉任何的偶像。因为我是上主，你的上帝，我绝对无用阮甲我对立的神明。阮运法的人，我要处罚因，甚至到第3、4代的子孙。但是听我遵守我命令的人，我要用慈爱来对待因，直到第千代的子孙。毋通滥使用我的名，凡滥使用我的名的人，我上主恁的上帝一定会处罚伊。着爱谨慎守安息日做圣日，有6天你会通工作，第7日着爱分别归伫我上主你的上帝的安息日。第7日，无论你的查某囝、奴隶、女婢、精生，也是脚骹的外族人，拢毋通工作。我上主伫6日创造了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。第7日我休困，因为我上主赐福安息日，定做圣日。定爱孝敬父母，通好互你伫我所赏赐你的土地来享受当岁寿，毋通杀人，毋通行奸淫，毋通偷窃，也毋通做假见证来陷害人，毋通贪心别人的房屋，也毋通贪爱别人的某、奴仆、女婢、牛、驴，或者是其他的物件。咱看见伫10条诫的诫命，会通互咱看见一个有智慧的信仰者，伊就会去避免伫诫命中所禁止的代志。亲像对这个第6诫开始所咧讲的，伊讲毋通拜偶像，这个着爱孝敬父母，毋通杀人，毋通行奸淫，毋通偷窃，也毋通做假见证，毋通贪心。有智慧的人就会避免这所有的事，因为这才是上帝的道路。
军队伊的人就会通来脱离迄个凶恶。咱也捌分享过敬畏上帝的概念，人必须爱得会晓对上帝有敬畏，才会通进入到伫迄个尊敬的阶段。所以咱也看见，搁接续日的经文安尼讲着，对以色列人安尼讲，人民听见着雷咧弹号角的声，看见闪烁的四那伫山顶冲出来的烟，拢非常的惊吓，就徛地。因对摩西讲：“请你向阮讲话，阮一定会来听探。若是上帝向阮讲话，恐惊阮会死。”摩西就回答因讲：“毋免惊，上帝出现是要考验恁，互恁时时来敬畏伊，袂致到犯罪。”这是伫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第一届领受到上帝诫命的一个情形。伫这个惊吓领受到上帝诫命规范的时，因选择来行这条有智慧的路。新约的雅各书非常强调信心的实践。圣经甲咱讲，兄弟姊妹，恁遭遇着各种的试炼，应该认为通好欢喜的事，因为在恁的信心经过了考验，就会产生忍耐。恁得爱忍耐到底，才会当达到十全十美，无有任何的欠缺。如果恁中间有欠少智慧的，应该向上帝来祈求，伊会赐智慧互恁，因为伊乐意丰丰富富来赐恁每一个人。不过恁得爱凭着信心来求，毋通有一点点的怀疑。怀疑的人就亲像伫海中的波浪，互风来吹震动，伫遐拉影。安尼的人三心两意，摇来摇去，免想要对主遐得到什么。这个信心会通经历考验，必须爱忍耐到底的人，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人，因为知信靠上帝，倚靠上帝。欠缺智慧的人就必须爱向上帝来祈求，安尼的人就会通得到上帝所赏赐的智慧。因为雅各书讲，上帝乐意丰丰富富赏赐每一个人，但是必须爱借着信心来求，毋通有怀疑。就是讲，圣经也甲咱讲，信心甲智慧是一体两面的事，是分袂开的。所以咱讲，圣经常常甲咱提醒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诗篇119篇第9节96节也安尼讲：少年人啊，你着怎样过着纯洁的生活？就是着爱来遵行你的命令。我一心咧找求的，求你互我无离开你的诫命。我将你的话存伫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上主啊，我上赞你，求你将你的法则教导我。我要大声来传扬你所立的一切的法则。我较无你的律法，来赢过一切的财富。我学习你的教导，我真足来思考你的教示。我用你的律法做欢喜，我无袂记你的命令。
这就是伫圣经中间所伫讲的智慧，追求上帝的诫命，困求上帝赏赐迄个智慧，凭着咱坚定的信心。如果基督徒伊会晓得伫生活中间坚定倚靠上帝，困求上帝的赏赐，追求上帝的智慧，坚心行伫上帝的道路时，就要来得救。因为上帝是咱唯一的倚靠，唯一的仰望。世上无有赏赐任何别个救赎。有智慧的人就袂为凊彩彩去追求，伊会只有愿意追求上帝的智慧，得到上帝的赏赐，会通有安尼正确的决定，追求唯一的仰望，这是基督徒所应该爱去追找的。感谢上帝赏赐互阮有智慧，互阮会晓得怎样来全然的倚靠，坚定的相信，并且愿意跟对主上帝的脚迹来行，坚定阮的信心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